地區又閣更新來看，今仔日早起10點14分，台南市的南西區是來發生規模4.8的地震。南西高雄架線這上大的震度是來到4級，而且深度是敢若9.6公里，這是屬於真淺層的地震。氣象署是判斷這陣地震呢，甲昨暗新北市雙溪規模5.6的地震，這是無共的事件。昨夜的迄個是屬於穩物大的地震。人家厝內底警報是一直彈，頭殼頂的吊燈、魚圖啊，規個攏海甲足大力。日仔暗時8點36分，發生芮氏規模5.6有感地震，地震深度有95.7公里，包含宜蘭縣、新北市、台北市等等，足儕所在上大震度有3級。也若震央就佇咧新北市雙溪，氣象署研判，並毋是板塊地震，是穩物大地震。那其實這邊跟活動本身一點關係都沒有。花蓮的那個外海就是有一條那個琉球海溝了就是那個菲律賓海板塊隱沒到歐亞大陸板塊底下的那個地方，然後就越往北就是就越深。學者就解說，穩物大地震上大特性就是深度較深，強度嘛較強。這回是下骹菲律賓海板塊刷震動作用。根據氣象署統計資料，這個區域最近這10冬震度3級以上的地震有3件，上近的是佇咧2019年3月13，規模5.3。氣象署嘛提醒，未來一禮拜以內，要是有機會出現規模4.5到5的地震尾，應該要加注意。也若隔當天17透早，南部嘛有地區翻新。在這個地方呢，因為它兩個板塊相互碰撞的力傳遞到這個地方來的時候，造成地質條件比較脆弱的地方，然後引發了地震。電眼翕到徛過1樓向海一個無足久的，暗過民眾明顯有感覺到氣象署觀測。上新的地震是佇咧透早10點14分發生的，震央是佇咧台南市南西，地震的規模有4.8，深度有9.6公里，是屬於極淺層的地震。包括台南、高雄有足儕所在，上大震度有4級，嘛提醒大家，今年地震有較少，不只個地震無法度事先預測，呼籲鄉親時代平常時都要做防地震的準備。記者綜合報道。